车站今天满满的感动，一下车是满山满谷的，在火车站满满的，然后觉得台湾的爱心真的满满。然后到了这灾区之后，看到满目的苍蝇，让我们有感同身受。我们挨家挨户找了好大一圈，终于找到一个地方，满满的爱心，让我们觉得台湾真的好棒，好温暖。花莲光复，我来了，加油！